来这个郭台铭到底有要选总统无？一直都无一个确定，所以即摆谣言是赢飞。有咧讲郭台铭中秋前后就会宣布参选，会来一个中秋起义，甚至阁有咧讲，这个郭台铭参选是假动作，目的是要抢国民党的党主席这个大位。但是台北市长郭文摕又阁证实，讲伊的新北蔡碧如会去帮忙这个郭台铭。若安尼一来，郭台铭参报参选，就是早晚的代志咯。新竹城隍庙这间小食店，台北市长郭文摕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来交关，店家马上送来2碗赤鸭米粉了后，看到郭台铭甲西装外套，还佫年骨带拢绑落来，穿一个大头家，典型一般百姓风格。也是产品广告。好来，2个人做以上亲像广告，嘛想要拍竞选看板，但是郭台铭是不是要参选2020？支持者等真久啊！ 那支持者们都很焦急，说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出来？我们吃米粉，我们吃米粉。相片问题，郭台铭专心要食赤鸭米粉，郭文摕咧照往例，面前的这碗赤鸭米粉伊食真紧，连回答合作议题咧，伊嘛较阿萨哩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当他的总干事是吗？没有啦，蔡壁如应该会去帮忙啦，但是总干事再讲吧。其实我跟你讲哦，很多东西又没事说顺其自然这样就好了。 郭台铭是很梦想到城隍庙食赤鸭米粉，那呢参选2020总统嘞，伊话中有献机。有规矩写说要去画面，来小心小心小心后面有摩托车哦。何时参选答案就要出来，中秋了后，好亲像正是起义时间点。不过，阁有消息传出郭台铭连串准备参选，这拢是假动作，为着要纠结韩国瑜支持度，目标是要甲郭敦义救来，抢国民党主席的宝座。郭台铭办公室唾骂政治群众顾思维，强调郭台铭真正希望为台湾做代志。